人遇到搞唔掂嘅事，就好似冇符一樣，唔知點算好。煩死了！話說近年市道唔好，好多市集嘅攤主都話生意好淡，連一啲口才好叻、好識銷售嘅攤主都話冇符。廣府話當中嘅冇符，即係冇辦法咁解。譬如呢鋪我都冇符。要講冇符，就先講符。佢有好悠久嘅歷史。先秦時代，朝廷用兵符調兵遣將，傳達命令。冇兵符就調唔到兵。後來符又指道士驅邪治鬼嘅符法。總之呢，就有符先有解決問題嘅辦法，冇符就等於冇計。就好似調兵要兵符，驅邪要符法。人遇到搞唔掂嘅事，就好似冇符一樣，唔知點算好。我哋可以咁樣運用：部機器成日壞，收都收唔好，認真冇符，唯有換個部啦。其實面對冇符嘅問題，有時呢唔係問題太大，而係問題一直存在，我哋卻冇重視，冇防微杜漸。等到問題啦，積重難返，先至話冇符就太遲啦。大家話係唔係？我係彪哥，講廣府粵文化，記得關注點讚。